主后2004年2月18日，三日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列王记上卷18章36到40节。到显现祭的时，先知以利亚行我祭坛，讲：上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求你今仔日，互你知你是以色列的上帝，嘛知我是你的僕人，搁照你的话做这一切的代志。上主啊，着应我，着应我，互这个人民知，上主你就是上帝，互因的心活倒转。上主就降火，将烧化祭、柴、石头甲土烧了，沟内的水拢烧甲焦焦。众人看着，就趴伫涂骹讲：上主伊是上帝，上主伊是上帝。以利亚甲因讲：甲巴力的先知掠起来，连一个都毋通互走去。众人就掠因，以利亚就带因落去基顺溪边，伫遐甲因杀死。各位兄弟平安。宗教信仰会当是真个人性，也会当是家庭、家族、民族、社会、国家，甚至是规个人类世界的代志。上帝虽然互人类有自由意志，通自由选择要信倒一个神明甲宗教，毋过上帝嘛搁较期待全世界的人拢认捌伊，就亲像以赛亚书10章第9节讲的，因为对上主的认捌普及全地，亲像水充满大海。基督耶稣伊的救恩福音也要传扬到伫天边海角，总是上帝对伊所救赎拣选的以色列人甲基督徒，因为有甲主立约的关系，就非比寻常。上帝虽然互咱有自由意志，通做信仰的选择，毋过即个信仰也是建立伫祝福也是咒诅的基础。选择上帝、选择主，就是行伫受主保护甲祝福的人生道路。若是弃杀上帝离开主，就是失去上帝的保护，行伫浪子放荡、自惹咒诅、灾祸的罪恶之路。当咱用即款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史，也是咱的性命、咱的人生，咱自然就会一清二楚，明白到底有信甲无信，也是讲毋信，究竟信仰有啥物差别、价值甲意义？今仔日咱读圣经听讲道的进度是列王记上卷17章到18章，这是北国以色列人因伫信仰上堕落、腐败，也是上异教化的时代。上主甲巴力宗教真假信仰的对决，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17章第1节到第7节，先知以利亚有言抗限。亚哈伊做北以色列国的王的期间，暗里王朝引进西顿人的主神巴力甲亚述哈了宗教，做王室宗教。亚哈带西顿公主耶西撇做某，也伫首都撒玛利亚起造巴力庙甲祭坛，互使偶像大大得罪上帝。因为安尼，上帝差派先知以利亚去找亚哈王，宣布上帝的咒诅，要讲旱灾互北以色列国，直到先知以利亚向上主祈祷求护。起初，
阿王并无信道，伊想讲以利亚是啥，只不过是一个江湖术士变色仔来定，所以毋插伊。上帝爱以利亚去米甸约旦河东边的基立溪边啉迄条溪仔水，上帝也吩咐乌仔早暗带饼甲肉来互伊食，直到溪水干去的时。第小段是先知以利亚和撒利法的官符17章第89到24节。了后，上帝爱以利亚煞去西顿的撒利法来找一个官符，互伊接待。西顿是巴勒宗教的大本营，毋过遮竟然有一个虔诚信仰上主外邦的负责人。官符接待以利亚，上主也帮赞人民官符，互伊桶仔内的面粉袂减少，班内的油也用袂了，直到上主落雨的日。这期间差不多有3年到3年半，实在是真大的辛热。总是后来官府的囝死去，伊怪罪是以利亚来，互上帝想起官府伊的罪，互上帝刑罚直到伊的囝死。以利亚向上帝恳切祈祷，囡仔恢魂活过来。伊也重新认捌上帝甲上帝的先知。第三小段是18章第10到19节。先知以利亚搁找亚哈王。伫抗旱第3年，上帝爱以利亚搁去见亚哈王。迄时亚哈王甲伊的管家各自伫找水源。亚哈的管家名叫俄巴底亚，中文的圣经是翻译做俄巴底。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义人，伊安抚上帝的先知100人，保护因的安全，佮提供互因每一日基本的饼甲水通用。以利亚找到俄巴底亚，爱伊去通报亚哈王。亚哈王见到以利亚，就气喘喘，用要甲伊指示，讲：你即个害以色列凄惨落魄的。若是以利亚应讲，害以色列凄惨落魄的，是你甲你的爸的家，因为恁弃杀上主的诫命去拜巴力。以利亚爱亚哈调集400个亚斯他录的先知，以及450名巴力的先知，聚集伫加密山，甲伊比试，看倒一边的神才是真正的上帝。第4段是18章1到19节，先知以利亚甲巴力的先知。双方伫加密山各起一座祭坛，也各准备一只刣好的牛，放伫祭坛的柴顶，总是袂当生起火。然后以利亚互巴力的众先知来求叫因的神降火接纳因的圣礼。巴力的先知自早起就起床到透中昼，拢无动无静，搁发到献香祭，大约下晡3点的时阵也是安尼。然后以利亚爱百姓组织活来伊遐，以利亚爱人饼12桶的水伫烧化祭甲祭坛的顶面，包括柴也破甲淡糊糊。照理讲，安尼是袂当着火，总是以利亚甲上帝祈祷，上主就降火，
毋若甲小可济甲茶烧了了，甚至连石头甲火也烧了了，水也烧甲哒哒哒。以色列众人就趴伫涂骹叫讲：上主伊是上帝，上主伊是上帝。也搁照以利亚的吩咐，甲遐个巴力的先知总剿灭。第五小段是18章41节到46节，旱灾结束。甲密山献祭斗法的事件结束了后，以利亚劝亚哈去食饭，然后家己跪咧祈祷求雨水。直到第7遍，风云变色，得要落大雨。以利亚吩咐亚哈赶紧坐车去耶斯列，伊家己互上帝的神充满，也袂输是飞毛腿，竟然走比亚哈坐车搁较紧就到耶斯列的城门。咱对列王记上卷17章到18章，咱通学着啥物？学习着啥物？这项咧讲起上帝伊有慈爱，毋过上帝也会管教。有人讲旧约的上帝是真歹，动袂动就会发圣地降灾祸，搁定定伫拍死人。那新约的上帝是慈爱满满，亲像浪子的老爸，真慈祥可爱。其实这是对圣经的误解甲偏见。上帝的慈爱甲公义，也是讲管教，是一体两面，就是若像钱有两面。上帝的慈爱离袂开公义，上帝的公义也是慈爱的表现。亲像阿王年间，北以色列国发生严重的旱灾，1年3年外，这是重大的天灾。咱平常干那停水一日，就用要艰苦甲挡袂牢，何况是伫古代的旱灾，造成的无方便甲灾害灾难，是搁较歹讲歹算。这场的旱灾明显是上帝的刑罚甲降灾，也毋是干那亚哈家所引起，因为规个以色列国拢陷入伫拜巴力偶像的大罪。上帝用旱灾对付亚哈甲以色列人的目的，并是要毁灭因，反倒等于是要唤醒因悔改，离开偶像，重新信靠上帝，服侍上帝。透过旱灾以及甲密山献祭彼此的事件，虽然亚哈伊终其尾无悔改醒悟，毋过至少伊也见识到上主才是真神的威严。另外，也互袂少以色列人因觉醒，重新认捌只有上帝主才是上帝，回归伫真神的信仰。新约希伯来书12章第10节到11节，则讲上帝的管教是要互咱得到利益，目的是要互咱有份伫伊的圣洁。咱逐遍受管教，袂感觉欢喜，反倒忧伤。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会结出和平的果子，行做正直。第二，伫遮咧讲，咱爱做主忠实的代言人。以利亚是以色列史上界杰出的先知，甚至最后所伫山上变貌的时，有摩西甲以利亚代表律法甲先知，常时显现甲主谈论受难的代志。最后所也捌讲，行洗礼约翰就是迄位有言要大成以来的以利亚。总是咱若看圣经的记载，
伊利亚相关的故事只有干那占几章的篇幅，并无真济，而且伊利亚伊也无留任何先知书的著作。毋过，咱若详细看伊利亚伊的言行行做，咱会发现伊一心一意要做上帝的话忠实的代言人。先知的职责就是做上帝的代言人。上帝爱伊讲甚物，伊就讲甚物。上帝无讲的，伊袂当家己黑白讲、黑白解说。伫遮嘛较像是今仔日的牧者伫讲道，袂当违反圣经的精神甲教示，若无就亲像网络先互蕊蕊。牧师娘前无偌久甲我分享，伊听大卫宝仙的讲道，讲有一遍宝仙牧师伊受邀请去某一间教会做讲道。礼拜煞，迄间教会的牧师甲伊讲：“你今仔日的讲道已经得失一半以上我的会友，因为迄间教会的会友有一半以上拢是离婚甲再婚，包括迄个牧师也是第三段的婚姻。若是宝仙牧师讲道的主题是圣洁的婚姻。宝仙牧师伊的回答是：上帝感动伊讲甚物，伊就准备甚物道理来讲。我会记得有一遍前男神的院长罗伊德牧师伫回答有人咧问伊关于新圣诗，有个歌真歹唱，嘛真歹听。罗牧师伊的回答是：圣诗是敬拜上帝的歌，并毋是亲像咧唱人歌好听就好。先知伊利亚忠实传达上帝话，伊不畏强权甲抬头，用一个人对付亚哈的政权以及规个巴力国家宗教的势力。伊正做当时的信仰明灯，这就是真先知的良知甲精神。我会记前无偌久有一遍，甲台南教会欧友如牧师咧开讲，伊讲有一回伫 COVID-19 发生的期间，有某一间真大间的公司高层想要裁员偌济的主管甲员工，减少公司财务上的负担。毋过公司的发言人劝讲员工拢是咧替公司拍拼奋斗，趁钱，而且公司以前也趁真侪钱。当现在公司有困难，就想要甲部分的员工辞掉，这影响的是几百个家庭，甲增加社会的负担，也对公司造成即个商业上的不安。毋过，迄个发言人伊来讲，颠倒互大头家真无欢喜，甲伊罚徛3点外钟。落尾公司决定无要裁员，这就是骨气，亲像是真先知的骨气甲精神。但咱来教会听讲道，咱也毋是干那听一寡咱爱听的道理，有时阵道理会刺插咱的心，咱着爱问讲，到底上帝透过遮个话对咱伫讲甚物，启示甚物？第三，咱爱用耐心听候上帝，用耐心听候上帝。现代人一个社会现象就是无耐心，像咧等待
车红灯的时阵，等红灯无耐心，等这等迄，等啥拢无啥耐心，敢若想讲看会当较紧、较短、较快无。所以，亲像伫 FB 也是讲咱的顶面，若是看到长的文章也是影片，就真少人想要看。总是有时阵等候、等待、听候，毋若是一种的美德，也是一种的享受生息的喜乐。咱看以利亚伊的个性，伊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咱看伊替撒利法的寡妇死去的囝代祷，明知死人搁活是无可能也困难的代志，毋过伊前后三遍迫切求上帝，互即个死去的囡仔回魂。伫伊甲巴力的先知献祭彼此的中间，伊也无要求双方上时阵进行彼此，反倒等伊互巴力的先知自早起一直人到下晡，才换伊接手，搁也吩咐人着灌12桶的水，但这段了后，伊才开始。落尾伊伫家己山祈祷求雨，前后到第7遍，才看到淡薄仔乌云对海面跌来。这也是咧教咱，信仰有时阵咱需要付出充足够额的时间，听候上帝。亲像伫台湾基督教有一个教派叫做锡安堂，因的礼拜时间一场至少超过2点钟以上，总是因用一半也是超过一半的时间是安静、静静地听候上帝，等候领受上帝的临在甲启示。新约雅各书第5章17、19、18节讲，以利亚甲咱平平是人，伊迫切祈祷讲毋通落雨，果然有3年半久，地上无落雨。伊搁祈祷，天果然落大雨，土地就生产五谷。另外，伫第7节到第8节教示咱讲，所以兄弟姊妹着忍耐到主的来临。恁看，农夫安怎听候田年宝贵的收成？伊耐心听候春霖秋雨。恁嘛着忍耐，恁的心着坚定，因为主的来临近啊。愿咱学习以利亚明白上帝的旨意，勇敢忠实宣扬上帝的真理。无论是主爱的话，也是公义的话，拢无掺话，也是假话，也互咱用耐心听候上帝，直到主喜乐伊的作为得到实现。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伫这个过年过也各行各业开始上班工作的时，阮也感谢主，互阮伫这个主日来到伫你施恩的宝座前来听读主你圣经宝贵的教示，也互阮伫今仔日圣经中间透过以利亚，互阮也知，阮来做主你忠实的仆人，来领受主你的话，也无加添，也无减少，也无掺话，互阮用主你主来的话，也讲你公义的话，求主你也帮咱看顾，阮伫信仰的路站，阮也会当时常用听候的心来耐心等候上帝你也互上帝你话会当成就伫阮所徛起
所在，也伫阮诶生命中，阮感谢主你受因看顾，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所求所想诶，就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